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，真侪国家禁止中国的航班甲旅客入境。像这菲律宾、意大利、孟加拉甲蒙古，嘛甲咱台湾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禁止台湾的航班甲旅客来入境。国际上除了有对于台湾的误解之外，有不少出国游览的台湾人讲中文，嘛常常互误认是中国人。所以即摆有不少的行业，就设计这个有印来自台湾的这个大纸甲衫裤，要互人知影咱是台湾人。台湾游客到约旦旅游大消化，家己来自台湾，每一个人身上的包包拢搭旅行社提供的大纸，写台湾，要外国人知影。台湾 No.1 耶！除了旅行社分大纸，台中嘛有餐饮业者印台湾英文字的大纸免费赠送，互要出国的民众。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出国无想要被误认做中国人。看到他们讲中文，听他讲中文，就直接嘴巴都捂起来了。反正他们没戴口罩，对，所以就是怕会被排挤排斥这样，所以就是想说来拿个那个国旗贴纸。类似的物件也有真多，像这件来自台湾英文字的衫，外国人一看就知。另外，当随身在小徽章，除了英文版，也有汉文版。这次就有买这别针，然后希望大家能正视我们是台湾来的。除了游客被误认，伫孟加拉、意大利、蒙古了后，菲律宾嘛甲台湾甲中国咧做伙禁止旅客入境。外交部讲已经甲4个国家咧交涉，不管是政府甲游客，拢努力互国外知影，台湾甲中国无共。